娘娘，您这都跪了一晚上了，再这么跪下去，人会熬不住的。那好歹您喝点水。奴婢给你熬点粥去。玉妃娘娘，皇上说了，若是为翊坤宫娘娘来求情的话，那就不必了。容佩，奴婢在。奴婢在。娘娘怎么了？扶我起来。是。慢点。去衣柜那儿。是。衣柜打开。娘娘这是要做什么？你还没回去？臣妾有事恳求皇上。都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还要替如懿求情？那夫人是姐姐唯一的至亲，如今忧伤离世，后事无人看管。臣妾恳求皇上，准许臣妾去翊坤宫见姐姐一面，就当是问一问姐姐对那夫人后事的安排。朕已经许了那夫人厚葬了。皇上既然已经厚葬了那夫人，可见也视她为至亲。臣妾恳求皇上成全。检完了，立刻去圆明园。臣妾谢过皇上。姐姐，皇上要我立刻去圆明园，为永琪主持后面祝祷的事。你也帮我给永琪每日都上炷香。我会的。娘娘，该吃药了。一会儿。12阿哥，姐姐也不必太担心，皇上留了她在协芳殿里，容妃也会帮我多加看顾的。胡印角的事儿，你查得怎么样了？自从姐姐交代之后， 我便让人在永吉府里一一盘问。
这说来也奇怪，胡云角自从到了永琪府邸之后，从来就没有回娘家省过亲，跟外界也没有什么来往。除了偶尔来我这里请安之外，都跟永琪待在一块儿，也看不出来会受谁指使。他跟你请安的时候有何异样呢？他的话不多，平日里在我这儿也是待一会儿就走了。不过我听下人们说，好像他每常进宫一待就是大半日。会不会是去御花园闲逛了，还是做了什么事？姐姐，你怎么咳成这样呢？吃药吧。无妨。那他和永琪在一块儿的时候如何？他和永琪平日在一块儿挺好的。不过有一件事说来我就生气。他跟福晋在一块儿的时候，总是热水沐浴。但是偏偏和胡云角在一块儿时，胡云角总纵着永琪的脾气，让他冷水沐浴，衣着单薄，甚至有的时候还跟他一起共食寒凉之物。永琪的身子哪能这样受寒劳累？他这样伺候永琪，不就是要他的命吗？我在派人查胡云角遗物的时候，还在他房中的首饰盒底下翻到了这个。什么药方，藏得这么仔细？这上头也没有姓名，看着倒是有些年头。我觉着有些奇怪，便拿来给姐姐瞧瞧。寻常药方都写明写姓的，这个确实有些古怪。你去圆明园之前，让江宇彬细查胡云角留下来的东西，一个都不要动，仔细查一查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线索。姐姐放心好了，我会找人办妥的。除了再查胡云角的事儿，有几件事儿你得去办一办。姐姐吩咐下来，我一定仔细去办。一直这么渴吗？主儿，按照您的吩咐，给12阿哥送去了入夏要用的东西。于妃传了翊坤宫娘娘的话来，你赶快去祈福寺找到我们的族人，让他们转告阿爹，按照信上所写，找到发配边地的这个人。是。给额娘请安。快起来吧。谢额娘。额娘，这些都是胡氏留下的遗物。
好好照顾自己。快回去吧。儿臣先告退了。李煜，胡云角的遗物都要仔细一一彻查。是。还有，往来圆明园跟紫禁城之间传递消息的事，全麻烦你了。奴才人在圆明园，但徒弟们都在紫禁城呢，一定办好差事。皇上，于妃娘娘去圆明园前电话过来，她去翊坤宫看了娘娘，见娘娘伤心抱病，想恳请您允许太医进去医治。他什么病症？娘娘接连丧子丧母，自然心郁难解。这得让太医看了之后才知道。皇上不会连太医都不许去看吧？怎么会？朕已经许了乌拉那拉氏夫人厚葬，让太医给她瞧瞧也是无妨。那也得派个可靠的太医，别让什么人混进去，害了娘娘。皇上，那奴婢就安排姜太医去翊坤宫吧。好。于妃她交给你的药方子查得如何了？微臣已经查验过了，字迹是包太医的。包太医。微臣怕不妥，还专门拿了包太医以前写的脉案来对比，以确认不误。可是包太医从未去过荣亲王府医治，微臣拿着药方子去试探他，他却装作全然不知。包太医素来给魏延婉医治，胡云角和魏延婉有干系，也不意外。方子治什么呢？是一种极罕见的血液之症，得了这种病症的都难以医治，人也活不过壮年。这方子上竟是一些一般人都用不起的名贵药材，也只能吊命而已。难道胡云角得了这种病症，魏延婉利用这个方子指使胡云角咬住本宫不放？微臣还有一事禀报，于妃娘娘拿来了几件胡哥哥的遗物，其中有一样不妥，微臣带了来给您看看。这是荣亲王福晋从荣亲王床头的屉子里找到的，是胡哥哥的东西，一个用完的香粉盒。微臣查验过里面的粉末，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毒物，如果用在外创伤口上，只需1点就能致命。外创伤口，外创伤口。那时候永琪的腹股局已经溃烂，难道这是胡云角用在永琪身上的？永琪并不是病死那么简单。可是荣亲王洪氏时人，微臣在侧，荣亲王并无中毒迹象。平白无故的，谁会放这些东西在永琪的床头啊？细细想来，胡云角素日对永琪的举动，也像是蓄意的加强了永琪的病症。微臣查验过，这个东西只有内廷才有。内廷。胡云角时常到宫里给海兰请安，但往往做做便走，倒是在宫里会待上半日。原来他在宫里真的跟人有往来。他们针对的不只是我，还有永琪，或许还会有永琪。娘娘怎么可能这么厉害？娘娘，让微臣给您看看吧。来。
快看看，这孩子一看就有福气啊！恭喜姐姐如皇上所愿生下皇子。听说皇上隆恩，准许皇贵妃亲自养育17阿哥不说，还定是每日都会来看看17阿哥的。皇贵妃荣宠也不是谁都能比的。那是，哎呦，看这小嘴。话说起来，翊坤宫那儿皇后的册宝都收走这么久了，怎么皇上还不废后啊？不会是因为12阿哥的原因吧？12阿哥算什么？皇上这废后的心思是定了，只是看什么时候颁诏罢了。接下来的后位定是姐姐的。姐姐说的是，那是自然。臣妾请皇上安。儿臣请皇阿玛安，请12阿哥安。令娘娘安，两位弟弟好。12阿哥画画呢。皇阿玛，儿臣也想画画。好，等你长大了，朕自然教你。永言，不着急，等你长大了慢慢再学。皇上，说来这永言都5岁了，
但是要坐下来写几个字，还是无法静心，还得请皇上啊多教导永言。都是朕的孩子，朕自然会上心。谢谢皇阿玛。好，这12阿哥在皇上身边，受您疼爱教导，越发有出息了。瞧这画，画得真好。嗯。不过皇上，您再关切，这12阿哥也有乳母照料，可孩子总归离不开亲娘的。永基在朕这儿挺好的，不用了。是。皇上，过几日就是荣亲王的百日祭礼了。翊坤宫娘娘到底是荣亲王的嫡母，要不要让她回来主持呢？嫡母，永基婚事与她脱不了干系，她主持什么？是。可于妃娘娘是荣亲王的生母，皇上就算生气，她当日为翊坤宫娘娘顶罪，如今也该消气了。不如让她来主持祭礼。于妃是生母，回来参加祭礼就行，不必主持。你是皇贵妃，六宫之事，自然由你操办。是。臣妾多嘴了，还请皇上恕罪。罢了。春蝉，方才你也看见了皇上对永基的态度，看来咱们的安排没错。所以这永基的饮食，你还得留意着。奴婢都安排着呢，御膳房每日都给12阿哥用着。主，什么事儿？有件事儿有些蹊跷，奴才按照老法子着人给左路大爷送钱去，可是后来才知道，从上个月起，左路大爷就没有收过银子。再一打听，人早就不在边地服役了。这个混账东西，跑去哪儿了？奴才也不知道，会不会是挨不住苦，偷偷跑回来了？他倒是敢！派人去找他，不许他胡闹生事。这。娘娘喝了药，气脉已经安稳了许多。永基如何？啊，微臣给12阿哥整过脉，并无异样，只是过于思念娘娘，稍微有些兴趣郁结而已。可娘娘说过，荣亲王已薨，他定会对12阿哥下手。脉象上无异样，可不知道他暗地里会做些什么。江玉冰啊，你可要时时替我看顾着永基啊！娘娘放心，微臣一定会尽心尽力的。啊，微臣进来的时候啊，容妃娘娘和颖妃娘娘都让微臣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多谢他们了，他们近况如何？容妃娘娘说，她那儿一切都很顺利，让您放心，她也会多多照顾12阿哥的。颖妃娘娘和其他的王公娘娘们，素来与皇贵妃不睦，如今啊，也都躲着她。以妃厌婉的性子，如今她这般得势，她的眼中钉必是养着7公主的颖妃。你去告诉于妃，让她要多多看顾这些颖妃和7公主啊。是。那微臣告退了。娘娘，江太医是杏林圣手，他说12阿哥无恙，那定当是无恙的。他跟容妃也会尽全力看顾好12阿哥的，而且现在12阿哥又常在皇上身边，您暂且可以放宽些些。母子连心，我是心里不安呢。更何况魏延婉心机深沉，让人防不胜防。
荣佩啊，过几日就是永琪的100日祭祀，你想法子传话给养心殿，就说我要去安华殿给永琪上香守灵1日。是。这永基的字啊是端正，但是比例不足，手腕还需要用点劲儿。这永言刚习字能写成这样已算不错，但还得加紧练习。是啊，永言在陈妾宫中也常习字，每日读书习字完毕，就和永灵和景云相伴。皇上，臣妾有一事恳求。臣妾想着孩子们都在臣妾身边了，唯有景元一人自小养在颖妃膝下，未曾和弟妹们相处。如今景元也长大了，未免手足情谊淡漠。不如让景元到臣妾这住一段，也好彼此亲近一些。这颖妃啊，视景元为亲生，她不会肯的。皇上，景元到底是臣妾亲生的，臣妾十分挂念啊。况且永林刚出生，若能和姐姐一块亲近，那该多好啊！好了好了，若是景元愿意去你那儿小住也就罢了，否则不要勉强他。臣妾谢皇上。下去吧，别再扰朕了。臣妾告退。趁我额娘不在，带我到这。公主，你别等我了。七公主，皇贵妃才是你额娘，颖妃不是。额娘是颖妃，不是皇贵妃。皇贵妃是我女人，我要回。七公主，站住！小公主，七公主，你别胡说，额娘等着你呢。景元，你这孩子胡说些什么呢？你就是坏女人，你害得皇额娘被关进了翊坤宫。你给我闭嘴！景元，娘，景元，娘，景元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啊。景元他说的没错，翊坤宫娘娘就是被你陷害的。额娘，不吧，额娘，额娘在呢。她是我的女儿，不是你的。颖妃，一定是你教坏我女儿的。景元他能分辨得出是非，他的确不喜欢你。其实岂止是孩子，即使你未通父后，我们也照样看不惯你这种用龌龊手段上位的女人。我不喜欢你，我讨厌你，你一定还做过许多坏事，所以14弟和16弟才会夭折的。你胡说！你是我的女儿，你怎么可以污蔑你亲娘呢？颖妃，早知道你不服，今天本宫就要让你知道，什么叫心服口服。来人，在。颖妃犯上不敬，拉下去杖责。你敢？本宫是皇贵妃，主理6宫为何不敢？皇上礼重蒙古，你岂敢动？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本宫打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！皇贵妃娘娘息怒！皇贵妃娘娘息怒！皇贵妃娘娘息怒！快动手啊！皇贵妃娘娘息怒！皇贵妃娘娘息怒！太后驾到！太后晚安。这是做什么？哀家刚从安华殿给永琪诵经超度回来，一路就听得你们喧闹。臣妾知错。起来吧。当皇贵妃日子也不短了，还不能让嫔妃心服。颖妃啊，你位分低些，也该懂得尊卑上下。
太后恕罪，原是臣妾见景元大哭，心疼不已，情急之下才犯上的。皇祖母，皇贵妃掐景元，景元好痛。景元啊，皇贵妃到底是你额娘，你即便在颖妃膝下长大，不叫她一声额娘，也得称呼一声令娘娘。皇祖母，颖妃娘娘才是景元的额娘。你这孩子虽然不懂规矩，但足见颖妃对你一直疼爱。既然如此，景元还是交由颖妃来抚养吧。太后，景元脾气也性子大，断不能叫旁人教养了，还是臣妾自己来吧。景元好好的，断不会像皇贵妃所言那么不堪，否则皇上不会那么喜爱。难道皇贵妃是不放心我来养育吗？景元到底不是你亲生的，养娘不如生娘亲，养娘怎会真心待孩子好？是吗？太后，臣妾失言，臣妾知错了。是生娘不如养娘好，养育之恩大过天。哼，什么生养养娘的，哀家没你心思多。孩子是谁养大的，愿意跟着谁，那就是谁的孩子。景元，你愿意跟着谁，自己说。皇祖母，景元跟着额娘。额娘真没白疼你。皇祖母，景元生病是额娘喂药，天寒是额娘添衣，额娘最疼景元了。景元懂事，你看看你自己的言行，配不配做这孩子的额娘？臣妾知错。颖妃啊，好好看顾着景元。你记住了，孩子和谁最亲，谁就是他的亲额娘。谢太后。真闹了这么一出。皇贵妃突然带走了7公主，蒙古嫔妃本来就不满皇贵妃，这就闹了起来。不过，也不能怪蒙古嫔妃无礼，皇贵妃太过于言辞不当，才惹得嫔妃离心，公主不满，连太后都被得罪狠了。都怪朕，当日太过心急，想着乌拉那拉氏断发，后宫之事不能无人料理，才强扶魏氏为皇贵妃。谁知她不能安定后宫，安抚儿女，连对皇额娘说话都这么不知轻重。玉火，这回永琪百日祭祀之事，不许他过问，叫于妃主持吧。是，皇上，那翊坤宫娘娘请求为荣亲王百日祭祀、敬香守灵之事，您可允准了？他要去给永琪上香守灵一日，便让他去吧，只是叫他晚些，别和其他嫔妃撞在一块儿了。那奴婢去安排。何静公主，应娘娘，要不是今日荣亲王百日祭祀，也难得跟公主见上一面。
公主近日可好？甚好，谢尹娘娘关心。听说上回令娘娘想要带走您的七公主，结果被您和蒙古嫔妃们一闹，反倒连你们的请安都免了。令娘娘闹了个好大的没脸。这样的人，只会在皇上面前狐媚讨好，对上冒犯太后，对下又不能教养好儿女，让咱们六宫怎能敬仰？这前2件我倒是知道，这不能教导好儿女，又是如何呢？一心只想往皇后位子上爬的人，会怎样教育儿女呢？公主若是不信，她可以自己派人去看看。娘娘，时候差不多，咱们该动身了。你去拿药。是。娘娘，永琪，你一定要保佑咱们一切顺遂，明你冤屈，还你皇额娘清白。太后，永琪是个好孩子。当年永琪在慈宁宫，总是陪着哀家抄佛经。上回见你还是在杭州行宫，断发一别都这么久了，如今见你竟然是在这里，还真是叫哀家感慨啊！你们乌拉那拉氏姑侄2人，
都做了皇后，可最后都被禁足在宫中，与夫君离心。看来乌拉那拉氏的女儿不适合做皇后。当年皇帝一定要选你做嫡福晋的时候，哀家就曾经跟他说过，你跟他性子不合，反增苦恼。皇额娘有先见之明，就算哀家有先见之明，而如今真看不懂，你这独心二字是什么意思？